三甲来礼拜。来听上帝话，记载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所听兄弟啊，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既若听下是对上帝生，伊搁捌上帝。咱用圣诗609首，咱就伫主听堂的内面，用这首歌来彼此勉励。圣诗第609首。伫主听堂内面方便的人，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心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多谢咱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所信，信用告别。我是上帝，
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伊本着比勒多林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一个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上头。罪会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听这，这是咱要用诗篇84篇，就是启应文第19篇，来用启应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启应文19篇就是诗篇84篇。我读一句，请咱译一句。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愿无上主的殿院到要分去。做伙，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福气。对你得到亏来的人真福气。因经过的焦躁的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我的上帝啊，求你管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门。做伙，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金牌，伊互咱的恩惠甲光荣。做伙来读，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福气。所以，咱先来祈祷。是主上帝宁可伫上帝你的厝内过门较好，踮别位踮宫殿1000日。主愿伫你的听的吸引的面，对四面八方来放下一切颠破阮的世情俗事，用较无的心来到上帝你的祭坛边。我要伫遮来感谢，伫遮来认罪，伫遮来恳求。主愿感谢你，互阮会通抑阁会通用自由的灵来敬拜你。今仔日阮伫圣殿内，阮肉体抑阁自由的人，阮也会通来到上帝殿里敬拜，做上大的恩典甲祝福。总是阮也有一寡个人的兄弟姊妹受到身体的阻碍，直到因今仔日也是伫出外，伫逐个所在，伫网络观点，甲阮同心来敬拜。主，阮伫遮所献的祭，望诚做香的香，得到上帝你的欢喜，互阮的心灵完全幸福伫上帝你的面前。主，你互阮经过人生的道路，就像诗篇84篇所写的，阮的色安的大路，阮的迄个应允的地，用永恒的性命来迈进。主，你互阮经过流目屎的山谷，总是伫迄个情形内底，你也互阮会通，互迄个流目屎变做上帝你另外一种的祝福。主也亲像阮诗歌所吟的，阮伫主的听堂内底来结连有大的福气。伫世间，阮拢毋是一个会通
单独去面对一切挑战的。上帝，你有安排真侪阮人生中的贵人来扶持、来帮助阮、来抚养阮、来互阮更较成熟。阮特别感谢你设立教会，互阮伫即个行天路的路程，会通有侪侪同心的兄姊妹三甲伫遐来扶持、勉励、提醒，做伙来行天路。主，阮中间也亲像诗歌所讲的，有诶已经煞世间的劳苦，倒转到上帝遐。总是阮知，即个是暂时的三离，伫上帝你永远的国度，必然伫主耶稣基督，阮的确会通伫迄个所在来相见面。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珍惜每一个敬拜上帝甲同心的兄弟姊妹三甲交陪敬拜即个宝贵的机会。阮感谢你，互南门教会70年来侪侪信仰的前辈，留互阮真水的脚力，真水信仰的典范。今仔日，阮继续来跑走即个道路。阮庆祝70周年，毋是亲像一个大拜拜，阮是伫即个所在来反省、来感谢，也感谢你通过阮连续培灵报道会上帝你的路谱来提醒阮、来勉励阮。即届通过蔡牧师，互阮搁一届来珍惜团结的生活。阮恳求主你，互阮会通伫伊所分享的信息内底来学习做做，互阮会通定心得着快乐，哪行快乐哪加天，逐人到锡安来朝见上帝。阮将今仔日的敬拜以及下晡第3场的培灵会，仰望伫上帝你圣神，就是真理的灵的帮助的下面，互阮所听的，诚做阮生活的准绳，生活的快乐，也愿意为着这个意向来付出代价，来努力。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恳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我有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呼求的声。今仔日要带咱做伙来学到上帝的神爱合唱团，因所要念的诗歌是《来摇花唱歌》。
因为咱着为耶和华来唱歌，用俄乐，用感谢进入伊的殿里。望一切阳光归伫上帝，也爱合唱团，因所吟的诗歌，伫咱的心灵，会通得到最最回应，对耶和华来唱新歌。咱三个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41节到第47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第41节到第47节。使徒行传第2章第41，对安尼接纳因的话的人，拢受洗礼。迄日约略加添3000人，常常全无使徒的教示，3个交杯。8饼祈祷，众人拢惊吓，使徒阁行做做奇事神力。信的人拢聚集伫一所在，所有的物共加用，阁袂误杀家业，阁照逐人所欠用的分互因。日因日同心专务伫殿内，也伫邻家8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俄罗上帝也得到众百姓欢喜因，主就将得救的人日加添福因。兄弟姊妹，咱今日真欢喜，伫咱释教70周年第1场的培灵布道会时，咱会通邀请到蔡无东牧师。其实咱大家拢已经真熟，无需要我特别介绍。昨有参加第1场的，就大概知影，咱今年3摆。培灵会1月份蔡牧师，咱拜托伊甲咱分享的信息就是团结、fellowship、团结生活。伊昨已经有真精彩的第1讲，今仔日伊要继续用团结这个主题来勉励来甲咱分享。咱就请蔡牧师伊来分享伊会伫下面的所在来讲吼。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你知影我无爱徛伫台顶，因为徛伫台顶会有一个误会，就是我比恁较高级。我要互恁知影，我无比恁较高级，我不过是受呼召，想做一个传道者。我本来是台大医生，我伫台大做医生的是住伫厦门街，所以是伫恁的隔壁，所以我是伫遮做会友，互吴牧师牧养。无注意，怎样选做执事？选做执事了，上帝甲我呼召离开台大病院，落去恒春，所以我是落跑。我欠南门教会一个罪，就是你互选着，无做满，就走去所以咧，安尼恁听有无？还是爱拔起来？无要紧爱拔起来吼，要拔起来吼。好水怕水。我踮下骹顶头会使吼，有当我会走去你的边若有独居的人吼，我若走一届了吼，逐个拢毋敢独居，因为毋知影当时会过来吼。所以人们教会若讲，你敢有闲来阮遮分享，我拢毋敢讲袂，因为我知影我是一个欠债的人。我毋知影你传福音教有迄款感觉，你是一个欠债的人。保罗有即款感觉。讲我传福音是行债，你知无吼？古早有一个诗人吼，伊嘛感觉吼是欠债，伊欠啥物债了？欠酒债，因为伊酒啉伤济，啉甲醉茫茫吼，债还袂了，怎爱啉写一首诗？迄首诗叫做《人生70才开始》，毋是《人生70古来稀》啦。迄个啥物人恁捌无？唐朝的杜甫啦，伊做小官员吼，毋知得罪皇帝啊啥，去皇帝伊官放出来了，怎安尼拢趁无食吼？所以咧，咱70岁对无吼？恭喜啦吼！你看这叫南门，这叫70。70，我就想到就即句头拄仔讲的吼，即个就是一个真悲惨的吼，人生70古来稀啦吼。即两个就较快乐吼。即两个是人生70才开始，
啊，即个人生70古来稀，就是讲足少人活到70嘛，啊活到70个就足可怜，因为朋友拢死了了吼，啊所以淡仔食啥物死吼，啊杜甫就是安尼啦吼，逐工坐伫遐啉酒吼，啊啉酒啉甲醉微微吼，啊酒醉行甲行袂离，啊怎爱写即首诗啦吼，啊即边即个是老福州，你捌老福州无？台湾的歌星啦吼。啊，伊就较轻松，伊感觉讲，70嘛是足好个啊，吼，社会代志拢免插啊，咱会当做一寡新的代志，通出名。伊就讲，人生70才开始，80满死，90世间无希冀，100笑嘻嘻。你会晓唱袂？哦，嘿，啊，所以你甲看哦，80、70有两个无共款的态度吼，啊，即个是无奈哀伤，啊，这是充满愿望。我毋知影咱南门教会面对70岁的事，咱是古来稀，也是才开始。啊，若是才开始，是要开始创啥？我是有邀请，讲你来讲团契，好，来讲团契。伊讲后个月佫一个要讲德性，啊，佫后个月佫一个要讲啥？宣教还是宣道？我较无爱管，我较爱道，因为圣经有道无教，安尼知无吼？无要紧，迄无重要。啊，我昨有甲恁讲，我感觉恁的安尼设计是真有趣味。厝内若无好，免讲对外口有啥物影响啦，家己都冤家娘济，对无？所以迄个团契较重要是讲内部啊兄弟姊妹逐个相听，啊相听了，咱互相扶持，咱就会当过德性的生活，就有好的见证。啊，别人看到就会欣赏来咱教会做礼拜，你就有宣道啦。啊，所以咱排即个特殊，我感觉是真有意思吼。啊，今仔日我要讲的是团契，啊，团契写了上好的是《使徒行传》，头拄咱读的圣经。第7节，咱看了会讲歹势做袂到。头拄牧师甲咱读圣经的时，我毋知影内底倒一个你做上袂到哦。讲逐个研究使徒的教士，这大概做会到啦吼。啊，逐个做伙礼拜学了，这做会到啦。啊，但厝里逐个食饭哈啦，这可能做会到。我感觉上困难的就是讲物件卖了去互善良人，这可能真困难。卖了呢，毋是甲薪水现出来哦，甲你房地产卖去，啊，互逐个人欠用的人拢会当用。亚罗撒冷教会开始的团结到这个地步，咱不得不讲，南门教会。莫讲南门教会啦，全台湾的教会全说无一个做会到，总是团结，包括到即个地步，包括到经济上，大家互相相挺到即个地步。啊，亚罗撒冷教会因为做有够，所以到尾啊，因怎安尼变做足善者？因为你趁较济也无效，大家拢卖了，拢去互大家用，啊，所以大家就平端搁揽烂，这就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啊，世界共产主义用强迫的嘛，是拢大部分拢尾啊拢改替嘛。所以人的自私心吼，虽然经过洗礼信耶稣讲爱相听，总是无法度做到遐尼极端的地步。所以我会感觉恁叫我讲团结，团结毋是自毁，团结毋是诈经，团结是真正甲彼此相听活出来。我感觉是安尼。啊，才有一个团结，这个团结是伫北极。啊，北极敢若无人，北极是敢若迄个北极熊吼。啊，因一个团结，我感觉真趣味吼，这叫做北极型的团契。咱来看因安怎做团契。这是啥 ？Coca-Cola 的广告对无？总是你注意看哦，这个影片你有看到啥物团契无？上大只的放伫倒位？放伫上下骹，啊上细只的摆伫上个头，是安那细只就摆去顶头，因为因要啉 Coca-Cola 无迄个开罐器，你知无？无法度嘛，吼！啊开罐器就伫顶头啊，迄月娘啊，啊要安那？就是讲。
一个团体发现一个问题，要解决的是，大家都要参详。第一个原则，上有才调的做坐底。知影我意思无？这就圣经讲的嘛吼。你要做领袖，你都要做奴仆，对无？所以才上肥的就上个骹，过来直直塌起，对无？才上细只的，就爬起哩，甲即个野牛骑落来，对无？骑落来了，迄伊袂晓开嘛，迄大只的就摕来开。开落毋是干那礼貌，所有的人啉甲真欢喜的，就雪橇，就去佚佗。伊讲 I am on my way。是啊，咱都爱团结，是啊，咱都有教会。因为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昨我互恁看迄个影咧飞，哇！迄电影中间断去，下晡会播互恁看。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咱大家做伙要达到迄个目标。总是咱发现家己拢无法度，因为迄个解决问题方法是伫天顶，要安怎？大家参详，大家做伙合作，较有才调的欢喜，较服务。安尼是摕到迄个解决的问题了后，大家做伙分享迄个快乐。然后大家去佚佗，这是即个广告。所以我感觉一个好的广告内底实在有人生的道理，咱会当学习啦。这甲圣经拢无关系哦，这是我会了解好的团结是安尼啦吼。遮，互恁一个团结的定义，可以喏尼啊，伊的定义就是参与甲亲密这两个意思，吼。伫遮就是即个。彼得甲即个巴拿巴、扫罗，因全咧伫遐叫做交手礼，迄就是第一个团结吼。感动彼得，互伊做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感动我，做外邦人的使徒。知影使我的恩典，称做教会调教的雅各、基法、约翰这三个大头头吼，就甲巴拿巴甲我。行相交之礼，即个相交之礼就是迄个团契，互阮外邦人，因割礼的人吼，即个叫做正手相交。即张图吼，你去看吼，网络的图，因无正手相交吼，我拄想办法甲两只手摕来囥做伙，安尼因才会握手吼。即个是彼得，即个是保罗，即个是右手相交吼。Right hand koinonia 吼，即个 koinonia 是伫遮。所以可以呢，你也就是交陪啦，你知影意思无？咱当来讲的交陪吼，大家咱即摆都爱用即个，因为惊 COVID 嘛吼。以前咱拄着就是正手三握手嘛，就是讲我甲你好好，咱有问题咱做伙来解决，就即个意思。所以是交陪的意思吼，这叫做 participating partner， 参与的伙伴，大家做伴，大家做伙吼，参与基督的受苦。一同受苦，这 suffering koinonia， 这第二个意思，做伙受苦。过来，咱领基督的杯，就是咱讲的圣餐，同领基督的血，同领基督的身体，这就是 communion koinonia。所以伫遮，咱就有这三个吼，就是迄个大家三甲做伙来受苦。大家三合做伙来领受上主的恩典，即个圣餐吼，大家关系足好好，足亲近。然后咱就是甲要未信耶稣的人，咱甲因做伙，甲福音传互因，这就是咱第三届要讲的吼。即个甲咱相交吼，这叫做 human koinonia， 互因会当信耶稣甲天父相交，这是 divine koinonia。所以即个大家真亲密。去做伙真好的关系，这就是所谓团结。到一个地步，当耶路撒冷教会，因甲所有的财产拢卖真这送向人，发现饥荒的时，因家己大家拢无钱啊，要安怎？结果安提阿教会人，因就无看，拜托巴拿巴、保罗，把这个钱摕去耶路撒冷，所以这有教会甲教会的团结。我伫和平教会是迄阵和平教会已经足久无机会去设教会。所以，阮迄阵我就甲和平教会兄弟姊妹讲，咱建堂，上帝甲咱祝福起来，咱毋好干那变自私的教会，大家欢喜，家己爽就好。咱应该看伫台北，敢要有迄个较弱小的教会，咱会当甲因做团结，帮忙因。尾啊，阮有去找着深基教会，阮有帮忙深基教会一站陪因，望因会当会当较好势，这嘛是一个团结。
所以最后当然就是讲钱的关系啦 ，contribution koinonia。哦，所以咱咧讲的团契，千万唔好想讲啊，咱都中辈团契，咱都青年团契，咱像啊，都聚会早经迄个哦，唔是安尼吼，团契意思比迄搁较宽。哦，自身的可以吼，所以才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 participating partner， 参与的伙伴，做伴，大家做伙。第二是大家真亲。第三是大家有困难的人会得到有才调的人帮忙，安尼这叫做团契。所以恁会当问恁家己，若问教会目前的团契，敢有这三个功能？若是干那做伙聚会，安尼真歹势。恁有聚会，恁无团契。因阁拜托，互阮会当斗相共吼，共结圣道 ，contribution koinonia。咱即马要来看《使徒行传》第2章41节到47节啊，这个团契到底是什么物件？第一个遵守使徒的教示，这是学习真理；第二个擘饼，这是领受圣餐。吼，这咱教会大概拢会做啦吼。咱礼拜日啊，礼拜听牧师讲道。啊，过来同心祈祷，这长老教会做了就较无遐好。我毋知咱们教会安那，和平教会真失败。礼拜300-400个人，祈祷会无30个，无较1/10呢。真正，我安那努力，所以大家爱听道，爱听诗班，无爱甲上帝讲话。那安尼，咱的教会甲上帝的团结，迄个 divine connection 是真失败。我毋知影咱教会今年请我来讲，恁敢有按算要较侪人较接来参加教会祈祷会，然后这就是一个团契。啊，是咱想讲教会团契甲祈祷会，哪有啥物关系？有关系。吼，这是因做的哦，因同心祈祷。啊，过来就是有困难的得到照顾。哦，我讲甲房地产拢卖咧，啊，然后大家分互需要的人，迄阵啊可能善人足济啦吼。啊，过来做伙伫。这咱做会到啦，他拄啊，咱的合唱团唱了足水嘛，吼，咱做伙伫遮吟诗，这真好，这咱做会到，吼，这嘛是团结其中一个，做伙唱歌啦，啊，过来食饭，这咱做会到，对无？哦，大家等下咱就要食肉粽啊，吼，啊，食肉粽的讲话呢，毋是讲大家踮咧嘴壳壳伫咧食呢，吼，会开讲啊，所以这个食饭好讲话交配，这咱做会到。这无问题，所以初代教会即个团契的生活，有一寡咱做会到，有一寡可能咱着爱去努力。我想祈祷，啊，甲讲经济上大家帮忙较进步吼，即2点可能咱爱真学习啦。哦，啊，过来就是讲宣道，咱的第3个月要讲宣道吼，啊，福音就开始透过即个教会啊传出去。嘛，我以后来的是，恁会甲我讲牧师啊，阮教会吼。啊！我帮衬倒一间教社会教会，阮教会吼，今年佫偌济人来阮教会洗礼，啊，感谢主！安尼咱的团契足成功吼，所以团契毋是干那顾家己尔吼，因为团契若足好吼，外口的人袂入来，会去互忽略。我迄叫做团契炎，安尼知无？哦，你关节足好，关节人发炎，就爱去马街挂号咧。哦，关节炎对无？啊，有足侪教会团契好到一个地步，怎变团契炎？我讲 koinonia 吼。同心合意，就爱会当宣扬福音。这条歌你捌听过无？这条什么歌？啊？嘿，1964年荒野大镖客啊，赚大钱，所以第2年马上搁第2篇出来，叫做独行侠吼，家己一个。第2年。马上杀一个叫做《黄昏双镖客》哦，所以若电影趁钱，就爱马上搁吼。总是你知影，耶稣基督，伊无爱迄个荒野大镖客，伊爱的是黄昏双镖客。你看，12个人，2个一组，70个人嘛，2个一组，是安那？因为2个一组，才有法度彼此相听。安尼讲对无？你一个人要哪彼此啥？彼此都无啊嘛。所以团契是一个足基本，甲咱的信仰挖出来的一个必要的组织。上少的团契就是2个人，这2个人为着福音的缘故，欢喜做伴行。这个
保罗安尼讲，我为着福音欢喜来向前行。这个咱会当做伙来读哦。凡我所行，咱做来读来。凡我所行的，拢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甲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中文翻了无水，因为伊讲信福音有好康的，有好康的，所以大家食好斗相报。甲恁请教，信福音敢有好康的？有好处无？有啦，哪会无？啊，问题是。敢敢若好康呢？信福音敢有歹康呢？有啊无？哦，啊你敢若讲好康，无讲歹康，叫做诈欺嘛。你看你卖厝的，你甲看，伊拢甲你讲哦，即间偌好偌好，啊歹拢袂甲你讲，啊等你买着，啊迄你较衰啊，上叫你家己毋注意。教会敢会做即款代志？拢是中文翻做福音的好处。我感觉这有一点。欺骗别人吼，甲别人骗了，安尼无好，所以我去查，到底这字得福音的好处，伫希腊文是倒一字？哦，当得福音的好处，希腊文叫做 synkoinos。synkoinos 这个顺就是做伙 ，koinos 内底拢无好处。你会当去查希腊文的字典，毋是好处，伊讲参与，一起参与，你知无？做伙参与，啊，参与就是好处歹处，你拢爱摕啦。哦，你若要买早餐的烧饼油条，你袂当干那买烧饼，还是干那买油条，安知无？英语嘛是安尼 ，NIV 就翻做 blessing， 这就是好康的。ESV 翻做 blessing， 嘛是好康的。总是其他的英语版本就翻了无共。Partaker， 这 official， 这是钦定本 KJV， 这就 partaker。这就是参与者 ，fellow partaker，NAS 嘛是参与者，所以你甲看哦，你若袂晓希腊文，至少你加买几本啊圣经，无共版本对共是希腊文的翻译的是都会小可无共。咱来看中文，福音的这好合本，福音的好处，这是好康的。分享福音的好处，这嘛是好康的。所以甲现代中文译本，要是讲好处。总是台语才着赢过迄个华语。台语圣经我足喜的，目的甲人分享福音，好处无去啊，有无？毋是无好处，莫讲嘛，莫强调好处。你讲分享福音，哦，这就是参与者。啊，个咱台语个另外一本叫做大汉字的译本，互我三角有分伫福音，哦，这个较好，有分伫福音。所以呢，对我来讲，我较爱的是英语这个版本 NAS。I may become a fellow partaker of it。啊，若是中文，我较爱这个台语汉字译本，互我三角有分伫福音。牧师传福音足成功的有一个人，伫美国，这个你捌哩吗？伊的教会足大间，因为啦，伊拢敢若讲好处。伊头拢甲咱讲好处，绝对袂讲做悔改。伊拢讲你信耶稣，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啊，厝里就足圆满，生意愈做愈大，吼，健康愈来愈健康，拢毋免去马街看病。哦，这大家嘛袂。这个就是传得好处的福音。这个 Austin 有个信仰应该叫做亨通福音 （Prosperity Gospel），就是讲你若做信徒，你就有待遇啦。啥物好处？信耶稣得永生，对无？这敢是好处？这圣经有啊。信耶稣得永生，哇！这趁着啊，冒着啊，吼！啊，过来，上帝祝福全家，这要爱当然爱啊！我若信耶稣，上帝甲我祝福全家，对无？吼！你甲看哦，伊后代就蒙福气啊！这咱嘛袂啊，这嘛有圣经的根据啊！啊，上帝祝福吼，莫风台吼，风调雨顺啊，这好啊，这世人上爱啊，对无？啊，五谷丰收啊，这嘛是好处啊！啊，过来袂破病哦，这更较好，对无？吼！哦，无注疫苗嘛袂得病哦，这我若信耶稣安尼，我嘛袂对无？哦，你看凡事兴盛，这拢有圣经的根据啊，所以伊拢无甲你骗的。哦，啊，趁钱好业，哦，用袂了吼，啊，互因囝小过，这嘛是好处啊。上帝赏赐你丰富，互你无用总是去食较足爽快安尼，我这
你甲看，你若要讲我嘛是照圣经咧传道呢，我无胡乱讲，这拢有圣经的根据。啊，奥斯汀专门讲这个圣经啦，总是圣经真大本啊，毋是干那遮的呢。佫一个牧师就讲，安尼袂使，安尼共早起。你好处讲了，你歹处嘛着讲。哦，啊，即款的讲好处的，就叫做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所以会招一堆粉丝，安尼知无？即摆网红拢有一堆粉丝啦，吼，粉丝就对啦，大家拢去新竹食炒米粉。即个你捌哩无？即个去互希特勒甲杀死，叫做 Bonhoeffer， 伊就足清楚。信耶稣毋是无好处，总是嘛有代价。毋好信耶稣，诚做粉丝，爱诚做门徒。所以一本册叫做《门徒的代价》，嘛有中文版。啊，鼓励恁有时间应该去找来看。所以应该毋是亨通福音，是叫做参与福音。互咱会当参与伫福音 ，partake gospel。有信徒的代志无毋对，总是嘛有门徒的代价。那安尼，你的福音就较完全。信耶稣得永生，感谢主，总是你着爱献上你的一生，这是代价。身躯做活祭，上帝祝福全家，总是为着福音，爱甲厝里的人离开。台湾今仔日有教会，是因为欧美的一寡基督徒为着福音要来台湾，因离开故乡，离开厝里的人，所以。甚至是大人死嘛，无法度转去奔丧。我捌伫恒春做过医生，阮有足济姑娘仔伫遐，一世人伫遐服侍全卡的人，为着福音的缘故。所以毋是讲信耶稣就互你传年呢，为着福音的缘故，因都爱3年。啊，所以今日咱才有南门教会呢，规个台湾的教会是马街有哦，咱咧讲150周年吼，啊兰尼生马雅国。因是离乡背井，甲厝人3年啊！啊，无你哪有福音？风调雨顺，啊有当啊，就是风雨袂停，啊，互你有信心。则讲你水经过，对火经过，有当啊有水火的可怜呢，毋是逐概拢风调雨顺，身躯真勇，啊有当啊就是破病，啊那看马街嘛看袂好，这就是保罗的可怜，对无？你知影保罗吼，共祈祷病拢好，啊伊家己祈祷袂好，有无？安尼有感觉真，你若是金光头，你咧卖生活剂，人会讲，啊，你若毋抹你家己的头壳皮啦，对无？啊，你卖老哈，你都家己抹你的皮啊，你金光头呢？啊，你若伊会好，你祈互你家己好嘛？啊，保罗迄支刺毋知啥，哎呀，佮问马街副院长看迄支刺是啥，伊身躯一支刺嘛吼，祈祷安那祈祷袂好，因为耶稣要爱一个物件叫做教育员的稳定。这比病好较重要哦，所以毋是基督徒拢袂破病，迄破病袂好诶，嘛是基督徒上帝所疼诶。哦，这保罗已经伊讲有一支刺伫我诶肉体，撒旦诶邪恶，我祈祷讲甲我医好好，总是主讲我的恩典够你用，我诶恩典交给你用，这是代价。哦，好业，足好业，真欢喜，总是耶稣讲好业，你就袂遐多地我。因为你钱伤济，我走足紧，你缀袂赴。你捌有一个少年的官，家教嘛足好，自细汉就律法拢守，老爸互伊足济财产，伊嘛知影讲安尼无够，伊走来甲耶稣佫会晓跪，甲耶稣讲：先生，我想要得永生，我佫欠啥？耶稣讲：啊，恁爸爸敢无甲你教10条诫？伊讲有，啊，你有守无？有守。伊讲哦，安尼真好，你要欠一点点啊，你知影？看一坎点啊，就是真长咧，一坎点啊，毋是一点点啊吼。伊讲啊无差啥物啦？伊讲安尼啦，你甲恁老爸财产卖咧，互善良人，然后你较轻松再来缀我。迄个少年的吼，面全乌去，面也乌去，因为财产真济，放袂落，所以真趣味哦。上帝祝福你，互你财产足济，讲你有当伊甲你讲，你才爱互别人，啊你来缀我。你放下落袂？迄著是代价。毋像基督徒拢爱做善事，会使做好嘢，总是上帝若甲你感动的是，你是上帝较重要，还是金钱较重要？迄阵你著爱做决定。甲在圣经无讲，逐个信主的财主拢爱财产交了了，因为迄个撒该是家己欢喜啦吼。伊讲我甲所有的陪人行人吼，啊我来缀耶稣，
总是无逐个安尼，所以继续好业无要紧，啊，总是上帝甲你讲吼，你着爱交出来哦。啊，无甲你讲，你着感谢主，继续好业，安尼知无？哦，所以毋是讲基督徒拢爱三屁屁无啦，哦，足好业，总是你爱甘，看到有人欠亏，你手存会开，安尼就好啊。哦，准备当时上帝甲我讲，当时我欠，安尼你就是甲上帝好诶团契啊。哦，辨别所有诶经纪人，安尼你天顶诶户头都有存款，这叫做 cost of discipleship， 门徒诶代价。所以我毋知影，咱在座你信耶稣到即满，你是粉丝吗？还是你是门徒咧？门徒就肯甲主做伙受磨练。门徒就为着主做见证，欢喜为主受苦，所以受苦甲受磨练是门徒团契的一个足重要。咱安尼，咱兄弟姊妹逐个相听，总是对还无信主的人，你要安怎甲伊团契？耶稣捌讲一个故事，我感觉真趣味，叫做半暝来拍门的朋友，这叫做白目的。当半暝人咧困，你来共拍门吼。耶稣这个譬如真趣味。讲中间有一追，有一个朋友半暝去伊遐，讲朋友啊，借我3个饼。我有一个朋友半暝来我遮，我厝里拄好无物件。迄个人讲歹势，即马真晚，我囡仔咧困啊，明仔载互你。伊讲袂使，我个朋友巴肚枵，一日工弄无法互困。伊讲啊无卖差，互你。你咧讲啥？哪有迄落代志？遮一个朋友。遮一个朋友，一个绿色的，一个黄色的，啊，一个蓝色的。这3个是无共人。迄个蓝色的是白目的，半暝来共弄门；迄个绿色的是厝里拄好无方便，歹势；啊，迄个黄色的是咧困啊，去互即个厝边插起来，所以真趣味。才有3个朋友。哦，即个就是白目的，即个就是无法度歹势，啊，去甲隔壁弄门的。啊，即个是见过叫咧困去互插起来。你知影耶稣咧讲啥无？耶稣讲这是上帝，上帝佫会多久我嘛毋知影啦吼。啊，即个就是咱门徒伫遮，啊，即个是即个有困难毋知要安怎，即个福音的朋友。所以真趣味，咱门教会70周年，若要真做宣道的教会，咱至少爱交2个朋友。一个就是甲上帝好甲半暝通去甲插，一个就是你甲厝边无信耶稣的人好甲伊有困难，敢来甲你插。所以爱有2个团契。所以咱讲的这个团契，事实上是包括足款。第一个，你甲上帝偌好，真简单。你每工的灵修，你参加教会祈祷会，那这2项拢无，你甲上帝无知己。第2个，你甲周围还无信耶稣的人偌好，你敢有时间甲因搬烂？我昨讲一句话，恁听看对毋对？伫教会愈热心的外口的朋友愈少，对无？因为教会代志足济啊，啊，规礼拜伫教会服侍，哪有迄落美国时间，搁去到外口遐无信耶稣，都无迄美国时间啊。所以团契，教会团契愈热心的人，伊愈无可能宣道。因为无时间，所以才有一个紧张的关系。咱要安怎 balance？我伫和平教会讲，教会你毋好参加伤济，一礼拜上济参加1届聚会，除了礼拜以外，你还佫顾某囝啊，你还佫用淡薄仔时间去交陪遐无信耶稣，甲因搬烂，迄爱时间呢。啊，伫教会所有时间拢奉献互主，啊，迄是卡梢啦，迄无效啦，迄哪有可能去传福音啦？你都无半个朋友啊，啊，有困难伊嘛歹势找你啊。所以耶稣这个故事真趣味。我拄则去美国的时，我3个囡仔去学校要注册，学校一张表我爱填，讲你敢有法度写出3个你的厝边的电话？我讲啊，迄要创啥？伊讲你若无这3个厝，你的囡仔袂当入学。我讲有啥物问题？伊讲因为你的囡仔有可能伫学校脚骨长期出代志，我敲电话互你，你拄好无伫咧时，阮都要有一个你受管的人。来签名，我才有法度把囡仔送去急救。所以你的囡仔若无，我都袂当。我才知讲哦，厝边好朋友遐重要。拄则去移民的人哪有朋友啦？你知影无？啊，若讲你厝边拄好有一个
移民来，伊要囡仔要读册，我都叫你签，你肯甲签无？你若肯甲签，就代表讲伊有困难的时，你要甲帮忙。这足简单的代志啊，互相帮忙嘛。要安怎甲上帝做朋友？圣经记载上帝的朋友两个，我想上帝朋友足侪，总是记载两个，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这个什么人？这个亚伯拉罕吼，一个是摩西。亚伯拉罕是做上主的朋友，因为伊信上帝。第二，伊听上帝的话。因某有去马偕妇产科挂号，总是马偕妇产科无法度，变开宝未生就是未生，尾也月经无啊，无啊。耶和华才甲讲，我要互你一个囡仔。伊讲歹势啦，阮太太无月经啊呢。伊讲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讲了吼，总还袂记哩啦。哎哟，足害啊！无你又莫讲，75岁甲伊讲了总还袂记哩啦。啊，所以因某讲，你拜迄个上主，甲你讲要互我生，啊，都逐个月都无呢，啊，月经也无啊，哪有可能啦？无定伊是讲吼，你的精子还有用，我的卵子不行吼。啊，无安尼啦，咱咧像有一个埃及艳后吼，啊，就怎照伊的巴肚啦。啊，本来马上讲好呢，敢有迄落翁啦。因某甲讲，互你甲人爽一下，伊讲好，啊，马上爽，啊，马上爽，马上有心啦，代表后尾咱精子要怎用啊？哦，迄个就跳头，你知无？我讲你袂生，你看我一暗暝就生啊吼，啊，结果迄个祖庙就起毛歹嘛，甲赶出去。赶去刷无，啊尾仔要我讲你安尼会喙打死，你转去较乖咧，莫安尼搞怪。啊尾仔生一个囝叫做啥？伊是玛丽。生出来，要我才讲，毋是即个啊，会发起啊，你毋较早讲，我迄阵你就假讲，毋是就好啊。等我生出来，啊，安尼要安那？即个毋是要，用无用，即个我会照顾。甲100岁才互伊啦。好啦，啊所以后尾咱信上帝哦。咱25冬，即马即个囡仔生14冬吼，差不多甲天黑石的时，也我讲安尼有够无？我啥物意思啊？啊，你已经有互你囡仔14冬嫌我啊？较有惊祈求啦！你互我就互我啊！我才即个尔啊！你搁甲讨定？伊讲啊，你要互我无？迄敢若老爸吼买饼啊，互囡仔吼啊，即块互爸爸食较歹咧，你互我迄我的啊！即个意思啊！啊，别人讲好，你若买，我行你，足厉害。所以，要我讲，我会使对你的好的兴起一个拯救全世界的人。所以，别人无简单的。第一个无可能的中间，伊相信上帝有可能；第二，上帝要甲讨的是讲，你是上帝，你爱我，互你无要紧。有一首圣诗我足爱，叫做信靠顺服 ，trust and obey。所以，你要真做上帝朋友吗？你敢信靠上帝无？啊！你敢顺服上帝无？哦，这个是做上帝朋友两个足重要的条件，信靠顺服。过来摩西甲耶和华上好的所在，就是好话歹话拢敢讲，叮叮当当，对无？而且讲耶和华甲摩西面对面，敢若人甲朋友讲话。好朋友敢甲你讲歹听的话，安尼讲对无？普通的朋友无要甲你得失啊，讲好听的就好啊，还是讲今天天气很好，哈哈哈，对无？你甲上帝心肝艰苦，你敢骂上帝？你敢甲伊辩论？你若敢，你甲上帝有够好，代表好朋友。所以这是两个上主的好朋友，互咱看起吼，会当啥物拢敢讲。哦，耶稣甲伊学生讲，我什么话拢甲恁讲。过来，耶稣互咱做一个模范，伊做遐个罪人的朋友，为着要甲上帝定甲因分享。一个就是拄好咧，甲人好势的时，啊叫人掠着，啊怎咧？耶稣面前讲爱石头钉死，有无？惊奸淫的妇人人，啊一个是起先就食头路，趁足侪钱，啊总是无阳光华暗，所以人毋知影钱为着趁的，即个野撒该，即两个耶稣拢想做伊的朋友。即个淫妇，耶稣讲我无定你的罪，你转去，毋好搁犯罪。请教恁。耶稣有定伊的罪啊无？有啊无？无有啦。耶稣讲毋好搁犯罪，啊伊若无犯罪，那叫做毋好搁犯罪。耶稣足厚，讲话足软，伊无正面甲定罪，总是伊间接甲伊讲，事实你有犯罪。
一个明明做罪的人，你唔甲定罪，迄是对伊无好，你知无？伊都唔知伊做唔对，讲哦，耶稣讲我无罪，无，耶稣无讲，耶稣是讲我无定你的罪，总是唔好去犯罪。这个语言顶头，我看耶稣有足 dedicated、足优秀的这个表示，所以伊先接纳伊，伊先甲这个查某人救倒，因为伊若公开讲，伊就互石头钉死伫遐，连悔改的机会都无。所以耶稣先甲保护，然后甲伊赦免。啊！即个亚撒该爬树头，叫耶稣甲伊叫落来，当然真无民主。总是耶稣就讲：我永远无你请。好，撒该怎样？因为足侪迄个立法委员、什物省议员、议员、马员，拢要请耶稣，还袂排队吼。耶稣就迄阵就，因为耶稣迄阵也是网红啊，哦，逐个拢要请无嘛，所以撒该足有民主。然后第二天，耶稣要走的时，撒该开记者招待会讲：昨晚我足感动。我要甲财产赔16工加体，我赔4倍。啊，亚里高声，这系善良人，我存的财产互因。撒该怎会变做乞食？这无简单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既然互撒该轻放落一切互送养人，啊，佮陪人，所以先接纳，再甲伊转化。所以我感觉耶稣所讲所做，互咱真侪当学习。你要团契吗？你要甲上帝团契吗？你要甲传福音的人团契吗？这拢有真好的模范。耶稣啉酒啉到一个地步，互人骂，因为为着要互遐个抽象的，咱的书福音第一本就是迄个抽象的，对无？最后，咱信耶稣上尾的目的，就是将来伫永远的天地，甲咱的主永远团契。啊，这个人画图我足爱，这个叫做尼科拉盖，这苏联的画家。这张图就是伫最后晚餐了后，耶稣基督带12个学生离开马可楼，要过汲伦溪，要去克西马尼园的时，耶稣伫遐做一个足长的祈祷，记载伫约翰福音17章，恁有机会等去看，迄就是主祷文。咱念讲，阮伫天里的爸，迄毋是主祷文，迄是文道祷文，是耶稣基督，甲是文道安那祈祷。耶稣的祈祷足长的，耶稣都对咱袂歹，无叫咱背迄个吼，迄个你就背袂起来吼，咱背较短。总是耶稣基督的对天父最后一个祈祷，记伫圣经约翰17章，其中第2强调就是合一，迄就是团契最后的目标。伊讲，你互我的荣耀，我互因。互因合一，亲像咱合一。我伫因的内面，伊伫我的内面，互因完全合一。啥物叫做合一？听，互伊知影你听因，亲像听我。所以咱若要讲团契，团契最大的精神，就是伫主的内面，因为耶稣会听伫我的心内，我会当甲你相听，迄就是团契。食最后的晚餐，离开马可楼，要过汲伦溪，要去祈祷。最后，伊的祈祷，伊的学生就甲遮个，甲迄当时的教会也无道友上甲讲，伊讲我讲看见、听见传互恁，互恁甲我三交陪，因为阮甲爸甲伊的囝三交陪，这就是团契。这毋是金蕉哦吼，国语叫香蕉吼，毋是金蕉哦吼，迄就是koinonia。这就是咱咧讲的团契。将来新天新地的时，耶和华会保庇伫咱的中间，做咱的上帝，咱甲伊做伙，永远同在，这就是永远的团契。这张图，耶稣基督甲人伫遐啉酒，啊边仔佫2个漂亮的小姐吼，这可能有人就怀疑讲耶稣道德有问题，哪会啉酒啉到即落型吼？甲主同坐道，这是最后的团契。耶稣讲，将来对东对西有侪侪人。伫天国，甲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做伙坐道，这是最后的团契。咱下头来祈祷，感谢天父，你话阮南门教会经过70年久，当阮伫庆祝70周年的时，阮做伙过来学习，什么叫做团契？主啊，帮助阮，互阮甲你有好的团契，互阮甲周围遮还未信耶稣的人有好的团契。阮教会兄弟姊妹嘛有好的团契，互阮成做一个听的团契的教会，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妹，请倒转去我的投影片，多谢。因为我要被吟回应的时歌，好，好出来，好，谢谢。咱要吟的时歌，它都有吟过吼。白色的是台语，黄色的是华语吼。伫我救主阳光面前，即咱徛起来吟好无吼？大家自集欢喜和平。阳光面前，大家自集欢喜和平，主你听安就我无比，我每时来感谢你，大家主愿意靠我，愿意靠我。你若有来礼拜无听到，我毋知啊。今日你来啊，你听到。所以较审判的是上主会问你讲，你迄天敢有去咱们教会礼拜？你敢有听到？你若讲无，伊录影马上放互你看，你会足见笑。若有人问你讲，你听了哪无去行？礼拜的目的是要生命要改变。若无你1年52礼拜。无效会变做新人博士，你袂变做基督徒。所以我虽然已经结束，我要互咱1、2分钟的时间。我毋知影你今日感动是啥物，你甲主讲，互我毋好空空来白白转去。我今仔日开始，无定我要问甲天父较好的团契。我本来拢无咧灵修，我问以后每工
5分钟、10分钟，我要甲你亲近。我甲目前已经伫教会太无用，我外口的朋友拢无未信者的朋友。无听你甲主讲，互我拨淡薄时间，伫我周围交陪几个未信者的朋友，甲因做团契。无听你伫教会甲某物人鸟主啊冤报袂了，看到伊就足硬。无听你甲主讲，帮助我互相赦免。伫教会内底有好的团契，团契是一个足简单的题目，总是要应用伫你的生命，毋是遐简单。咱下头祈祷好无？1分钟，请咱下头。亲爱的主，求你听阮的祈祷。我毋好正做道理者，真好听道理，真好讲道理，总是袂晓行。阮甲道理听你较才听，阮的性命无改变。你既然阮今日来遮礼拜，阮听着团结，这是主你爱甲阮有亲密的关系，总是阮想无用，则无用甲你开讲，求你帮助阮，互阮甲你有较好的团结。阮伫教会真热心，现在做执事、做长老，甚至做牧师。阮若讲阮要宣道，总是阮拢无甲因做朋友，无亲像耶稣，阮甲因伴烂。直到阮要传福音的时，都无人。阮周围的遮个未信者，因有困难的事，阮嘛毋知，伊嘛歹势甲阮讲，阮无半面来甲阮拍面的朋友，阮要安怎传福音呢？虽然这有代价，求你帮助阮，互阮信耶稣，毋是干那要摕好工的，互阮欢喜做耶稣的门徒，欢喜付门徒的代价。检查阮伫教会有互相得罪、袂好势的事，天父，求你怜悯阮。既然阮要讲团契，互阮伫教会兄弟姊妹同工的中间，若有嫌弃人有无好势，求你来帮助，互阮会当学习彼此赦免、彼此相听。阮知影这也无简单，总是阮意爱，阮的甲你的关系。阮甲兄弟姊妹的关系，阮甲周围的人的关系，成做真水的团结，来互你得到荣耀。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下面咱准备用奉献来继续咱的敬拜。
首歌来做奉献的祈祷。这是我来报告真欢迎咱大家今仔做伙来敬拜今仔日也是总会所定过来我宣导奉献主日咱为着这总会派出外面的宣教师来关心奉献祈祷咱真欢喜会通有机会听蔡牧师伫这个所在对咱的挑战咱确定真期待咱大家拢会通留咧，咱有准备。肉粽伫地下室咱伫遐炒伫遐简单用肉粽用紫菜蛋花汤伫遐食饱了，咱7点佫倒转来伫即个所在。第3讲伊要对团契到伫小组伫即个所在来甲咱勉励。咱多谢蔡牧师伊的辛苦也顺续欢迎牧师娘柯信前信前姐吼。我想这个可能是上帝对咱的提醒吼。我后礼拜献歌队的时阵，咱后礼拜是青霞礼拜因为新春咱真侪人落去南部，咱甲1场礼拜，第1场8点半咱暂停，10点半总是迄天献歌队因休困，因真侪人也要倒去南部，所以咱来征求友谊咱就是要唱他专一条歌啦。伫我救主阳光面前。如果你来当后礼拜你穿新衣戴新帽唔免穿啥个队服咱10点来遮练这条539首，分做2部3部安尼来唱10点来练咱10点半要礼拜所以请咱大家会通后礼拜，如果你若无落去南部，伫台北咧过年，咱10点半有新春青霞礼拜煞了后，咱会通服务组带咱准备一寡地饼。咱会通伫迄个所在简单用地饼互相来拜年请安，这是后礼拜的代志。咱后会决定伫2月12，即马上重要的是咱的通讯录伫楼骹，所以你请伊去看你的通讯的有需要改无？你的手机有改无？如果拢无毋对，你打个勾因为这将来会伫咱的后会手册内底来显现其他的团契请伫今年1月31以前将恁的报告交到办公室来。咱顶礼拜有义卖因遐各有一寡物件，姜啦各方面伫办公室。如果你有需要，请你去办公室遐找思涵来甲伊选购。咱开始爱有年假咱的干事也真辛苦，所以咱伫即礼拜拜5开始到后礼拜1月27爱休困所以咱办公室无开放。总是我大概拢有伫咧，所以即个中间咱兄弟姐妹若有啥物代志，请敲教会电话也好，敲我的手机也好，希望大家有一个真平安、真欢喜的即个春节的假期。我也先预告1月29咱要开中集会，请咱中集倒等于过年了，29咱要开中集会，准备心来参会。咱真欢喜，咱教会张牧师即届伫拜2的即个中会即马已经受选做台北中会副议长咱的白耀谦毋知伫遮，白耀谦伊做中委长了伫楼顶其实佫有2位咱伫妇女团契受传承，咱教会伫中会真活动即个雷庆济做妇女部的顾问玉兰徐玉兰做台北中会妇女部的干部咱为着因伫中会侍奉来带导我想咱知影这内阁伫要改组，所以为着即个有一个更较好的执政团队来祈祷
第二，咱过年中间可能真侪人要出外啊，为着咱大家伫团圆伫病毒抑阁真威胁中间，大家拢有先平安来祈祷。第三就是头先蔡牧师甲咱挑战的，咱所领受的团结生活，会通伫生活中转化做行动。不管是咱甲上帝关系，甲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关系，做咱的即个代祷。以上即个报告，咱毋知有需要我特别介绍的人，还是需要我欢迎咱大家吼，看咱会当，请咱大家直接就去地下室。咱伫地下室有准备肉粽，咱伫迄个所在简单用一个肉粽，7点咱就搁倒转来即个所在，咱要第三场即个蔡牧师的分享。咱即时来吟圣诗391首《俄勒天顶主宰》上映，请蔡牧师来祝祷。对这条气，会甲咱的主过来的事，阿门。蔡牧师的即个讲义吼，伊的outline，咱有伊个，如果你若无摕到，会通看下伫楼骹遐摕些伊的outline吼，下晡咱我用会到吼。